财政部公布上新的统计，去年外销的规模是创下新高，有达6400多亿的美金。主要的原因是 AI 产业真发展。不过，有专家警告，台湾对美国贸易的顺差持续扩大，川普将有可能对半导体等的产品扣真重的关税。建议台美关税谈判要全力来争取税率的优惠。台湾出口高出真水的成绩单，财政部公布上新进出口统计，去年2025年12月出口金额是624亿外美金，已经连续26个月正成长。去年累计出口6407.5亿美金，各创新高，而且出口达超过新加坡，在亚洲四小龙排名第3，只输南韩甲香港。但第水的是台湾对美国出口增加，去年出口达到1500多亿美金，是前一年的2.3倍。学者认为，这可能甲美国去年初实施对等关税，引起业者提前优惠效应有关系。美国很多企业在 AI 的投资上面，他们陷入了几乎算是恶性竞争的状态。所以说，AI 投资的热潮就是非常的火热。所以它也带动了我们台湾，就是资通讯产品，对美国的出口。财政部指出，台湾出口统计主要反映3大因素，包括国际经济面维持稳定 AI 人工智慧，过后连运算甲分段服务商机继续降，对咱国出口形成强烈支持。不过有专家示警，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加大，导致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所扣的对等关税风采点危险。不过川普政府犹原会当引用1962年贸易控制法第232条款，针对钢铁、汽车、半导体产品加扣真悬的关税，对台湾出口造成潜在威胁。目前的对等关税对台湾影响不大，去年台湾的外销出口才能成长这么亮丽。但接下来如果它对等关税被驳回，反而用232关税的话，我们台湾反而更担心。学者专家讲，若半导体等主通产品封扣真悬的关税，对台湾经济的冲击会真严重，是可能造成经济反转的关键风险。所以建议政府在台美关税谈判时，要全力争取半导体税率优惠，以确保台湾在新一轮供应链中途中维持竞争力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